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8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暗上新的消息，这是行政院的发言人陈宗干昨昏和民众党的立委指控讲，伊伫台南市政府做事的期间，要接受业者的性招待。陈宗干伫昨暗有出面驳回讲，这是在造恶伊的人格。伊嘛认为，因为伊个人的代志，即马煞去影响到规个行政团队，所以伊决定要请辞。行政院嘛发出新闻稿批准伊辞职，即马先指定罗秉成暂时代理发言人的工作。先将一个把他人格先把它抹掉。我在台南服务的期间，从我担任这个市议员到市政府的服务，从未被这个检调、约谈、侦办、调查，我也不逾越我应该要谨守的分际。这个是我一直从事我公职对我自我的要求。陈宗干是强调讲，伊咧做台南市议员，佮去台南市政府上班的这期间，拢毋捌互检调约谈过。若即件代志无经过查证，就甲伊的人格造恶，伊感觉心痛，嘛感觉遗憾。为着要避免互媒体甲有心人士挑故意去操作，去影响规个行政团队来推动政策，所以伊决定向行政院长陈建仁请辞。行政院嘛随批准，目前是指定政府委员罗秉成来暂时代理行政院发言人这个工作。所以，咱继续来关心行政院长陈建仁伫昨昏，伊是头一届去立法院做施政报告甲备询。点个国民党的立委因为不满分现金的政策，政府无分1万块，所以占发言台。落尾，陈建仁无法度上台去做施政报告，即马是改议事才会阁去一届。那普发现金6000块的这个共享条例，立法院即马是摆伫后礼拜2、2月1日的审查。发现金1万块，发现金。国民党立委17早起9点就接领议场的发言台甲质询台，搁再发出诉求，普发1万块，若无就要互行政院长陈建仁进行上任了后头一摆施政报告甲备询，也强调是依照过去民进党的惯例，抵制新各魁。国民党团也主张每人发现金1万块，而且尽快。来到立法院，当然我是以最诚挚的心来跟大家沟通。我希望这个杯葛不要造成相关的法案或者预算案通过的时机。经过调研协商，陈建仁在点外行入议场，不过无完成施政报告。立法院长游锡堃宣布休困，离要审查普发现金6000块的共享条例。因阁有争议的共享条例，行政议会昨日通过内政部提出的中产以下自用主体贷款户支持方案草案。自用主体房屋贷款补贴每户3万，互在野党立委质疑是大野钱，也互保厝青年更加有剥夺感。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学贷族、房贷族以及这个所谓的通勤族他们的利益。高房价的问题是一个慢性病，需要时间来处理跟调养。林佑昌强调，3年疫情，互社会敢若亲像破一场的大病，需要马上来调养身体。政策重点伫优先照顾做厝的人，另外高厝价问题。内政部已经拟定多项政策，会一步一步来推出，会互社会感觉问题有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和昨昏是差不多的，拢是侪云到好天，早暗较凉冷。日时高温有27度左右，若南部今仔日高温上悬有机会到30度。同齐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湿啊雨。温度的方面，早暗是感觉较凉冷，西半部、东北部低温是23度至15度。其他的所在低温是18度至19度，若日是日头出来呀，就会感觉较温暖，温度就会回升。除了桃园、新竹、苗栗、中部沿海云较低，所以高温是20度至22度以外。其他的所在，今仔日各地高温拢有24度至27度，若南部高温阁有机会会当到30度。也毋过明仔载下晡，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伫北台湾会变天。北部、东半部就转做有局部低降雨的天气。
来关心去年的10月24，疫情指挥中心就对外宣布国际邮轮会当解禁，也毋过邮轮员工准备期通常爱半年到1年，毋是随解禁就随来。目前呢，根据航港公司的资料，今年按算可能会有96邦申请要来咱台湾入港的邮轮，若规年邮轮再来的旅客大约有30万人次，也毋过这个数字敢若是恢复到疫情进前的3成尔。今年3月初啦，高雄港要迎接疫情了后头一只国际邮轮。全新的高雄港旅运中心已经进入最后整建阶段，为了迎接国际邮轮客重回台湾，做好准备，在地亚经济台邮轮客带来更加侪商业机会。这样子观光的人群才会走进来，那对附近店家的话，商机就会比较大一点。当然嘛，其他邮轮入来，我带一寡游客进来啊。疫情前，咱国当地相关国际旅客来台，106年邮轮全年带来98万旅客，计当年有101万人，108年冲到105万人。不过，反当年1月疫情就发生，所来边境封锁。虽然有国际邮轮来台，不过拢是咱国内游客。旅游界分析，较早咱检疫有较严，开放时间嘛较慢，所以2023年靠港的国际邮轮预测会较无理想。今年依照港务公司的这个得到了邮轮预报的讯息，我们已经有将近100航次的这个邮轮会抵达。然后欧美的邮轮在比较早的时候都已经陆续的恢复哦。那亚洲的部分，我想台湾跟邻近的国家也会急起直上哦，然后加速的来复苏。疫情了后，重开邮轮布局，航港局邀请菲律宾、韩国业者成立亚洲跳岛邮轮联盟，目前也当积极邀请日本业者加入。联盟是规划中小型邮轮商品，以侵入岛屿行大只游艇，想要弥补因为解封较慢所流失的客源。记者综合报道。随落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边境开放了后，即马要出国的民众是愈来愈多，即马造成申请护照的数据量大增加。外交部表示，为着要疏解办护照的压力，即马打算要甲办护照的时间扭长，对6个工作日要延长到10个工作日。来关心联合报，健保部分负担新制度按算4月份要开始实施，第一阶段是药啊甲急诊的部分负担会调整。外界即马嘛关心讲，安尼健保费率敢会对咧调整？卫福部即马是表示，会拍拼向卖调整的方向去规划，希望会当连续3年拢卖起。来关心中国时报，核子抢的2号机3月份的时就退休，引起外界即马是烦恼讲，咱国内敢会因为安尼欠电？经济部是表示，对去年开始，咱就有开始咧调度相关的机组，嘛有利用水力发电，所以应该是无欠电的问题。不过学者是认为讲，今年咱国内的水情无啥好，靠水力发电毋是稳当当的做法。咱国内伫4月份至6月份，恐惊嘛会真硬斗。来关心金管会伫昨昏有预告要修法，打算要对今年7月份开始会增加5个禁令，有真侪投资型的保单就会受到新法规的限制。目前伫市面上卖的投资型的保单，若是无下规定，拢爱先调整，才会当继续卖。为了保障保护权益甲保险市场的健全发展，金管会昨日公布投资保单的5大禁令，避免消费者投资了钱引起争议。因为以前有买过所谓投资型保单那个问题，对那个没有信心啊。我那时候第1年缴了10几万，第2年我后来发现亏损的那么多啊。有风险蛮大的，因为你投资的标的的话是会浮动的啊。金管会提出新的规定，为7月初开始实施。包含投资型保单效付的净值，若是比80%较低，都袂使过拨回资产。另外，为了鼓励保护长期投资，也是定期定额的加值给付，伫保单满5周年了后，才会当提供。另外，还佫爱限制投资型保单连接国外基金的时阵，袂当有杠杆型，也是反向 ETF。这3个草案因为它都是属于这个行政规则啦按照行政程序法是可以不用预告那但是因为我们为了就是说在广征各方的意见所以我们特别把这3个注意事项拿出来预告。重新设计保单部分，一定会势必造成业者成本的上升，甚至可能在
旧保单可能都做一个停卖，等着出新保单的一个空窗期，所以对业者来讲也会有一定的冲击。下半年新规定特别实施，金管会提醒，捏造市面上销售的投资型保单无符合新规范，都要重新改版才会当卖。业者这边除了都要面临改版成本会较起，旧保单也可能因为安尼袂使卖，是毋是影响买起？爱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国民党的副主席谢立言结束去中国的访问行程，伫昨昏坐飞机返来咱台湾。台湾基进党有伫桃园机场抗议，因是这支谢立言去中国的行程无透明，伊对外讲好清楚，到底甲中国公社会有做甚物交易，嘛呼吁政府爱赶紧立法，避免国内出现境外势力的大奸人。你去完之后，无论是攻击绕台，或者是福建沿海的军演，毫无消停，两方的关系从来没有建立在平等、对等、公开的原则之下。基进党即马是积极讲，谢立言是国内上大在野党的副主席，去中国访问拢无相关的规范。为着咱国家的安全，政府应该赶紧立法，赶紧制定相关的规范，避免咱国内出现境外势力的大奸人。来关心中国的间谍气球，即马是引起美国甲中国两国关系紧张。咱陆军东引指挥部嘛讲，伫16个时有伫天顶发现有物件对天顶落落来，那这粒鸡龟仔顶头有印简体字。陆军初步是认定讲，这是气象探测仪器。那国防部长邱国正嘛表示，应该是气象气球，所以军方会搁做进一步的研究。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16发现空中有不明物件落落来，背场有扣着气球的喙油啊，仪器后尾顶悬有简体字台湾无线电一厂有限公司 GTS-13型数字探空仪，也甲气象仪器。陆军初步研判是气象探测仪器。国防部长邱国正17回应，目前看起来是气象气球，不过也是会进一步研究。这个气象这个气球，但我觉得我们料理从宽嘛。我不这样就认为，所以我派一组人去做这个研究，会把它这个细部了解了以后，再做一个结论。中国气球让做比较无人机绕台，是不是符合第1级的定义？邱国正否认，讲这是应对的处理。根据了解，这间台湾无线电一厂有限公司注册的资本额是1500万人民币，负责生产气象仪器装备。国军这届扣到的 GTS-13型数字探空仪，去年北京冬季奥运都使用同款的仪器协助气象探测。不过国防部这届无公布气体残骸相片，互人质疑大肆化小。民进党立委柯清苑是讲，应该爱适度对外说明。不过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认为，只是海捞笨手。两岸还是需要多沟通，怎么样让这些他们飘过来的垃圾，我们要费这么多力气去清除，再回去给他们。我想这个气球应该没有牵扯到所谓相关的这个国安的这个议题啊。因为即使是民用的这个气象气球，它也通常具有这个军民两用的用途哦。因为这大气资料很清楚了，可以作为导弹或者是火炮射击的一个校正的一个资料。正是讲，这粒中国气球较细粒，无装莫达，应该是飞过来。为俄俄战争，就会当看到俄军使用侦察气球搭配无人机进行情报收集。国军必须防范新形态战争手段。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马祖之间的2条海底电缆线，即马全拢断去。NCC 是表示，根据中华电信的报告，可能是去互中国的渔船甲中国的货轮搞断去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就对外表示，即马马祖对外联络拢断去，这已经算是国安危机。台湾甲马祖中间2条海底电缆，真少看伫6港内底拢断去。虽然两边的海底电缆定来故障，不过差不多断的所在拢伫外马祖这边，外台湾的部分是较少传出状况。即摆也是相关的情况，引发各界关注。依据中华电信的报告，台马2号跟台马3号海缆于2月2号及2月8号。分别疑似受到大陆的渔船及货轮所损。意思是中国船只造成台湾甲马祖的海底电缆歹去。根据统计，近5年来，台湾甲马祖的海底电缆故障中断有20几摆，2021年故障5摆，2022年故障4摆，2023年到即阵是2摆。这种情况唔若影响外岛民生。国防部长邱国正讲，对外通联中断属有国安的危机。对外保持通联如果断了，当然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我刚刚讲的，国军在这一方面都有一个腹式的作为。
由马祖就有任那中国渔船定定出入，更加传出定定有中国挑沙船伫周围作业。学者分析，马祖是位在大陆边缘的一部分，海域深度较浅，挑沙船若可能破坏电缆，也可能造成国土的流失，造成我们的国土流失。中国船只其实在马祖附近，除了做这些作为之外，它也经常会，例如说可能用渔船围岛或什么。那这些东西，其实中国的渔民跟相关的船只在附近的活动，经常会对我们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学者讲，网络论性伫这世代更加重要。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扮演关键角色的加快岛维持服务，莫迪卡会使当作未来规划资源的参考。为了确保离岛通信的安全，中华电信规划增建2条离岛的海缆。台北金4号海缆有计2024年底完成，台马4号海缆有计2025年底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去新德县，新德县有一个剃头师，叫做饲文饮，伊有闲就会去偏乡免钱替弱势民众剃头毛、撸头毛，而且伊伫家己的剃头店内底，佮有设爱心冰图，做人有影真有爱心。提家岛专心帮新德县减少乡民剃头毛，虽然讲完全免钱，不过徐文静同款定金问大家意见。鬓角要不要留还是推掉？留薄薄的是吧？因为家己细汉就是艰苦家庭出身，徐文静特别知影弱势家庭的辛苦。自高中毕业，就去剃头店学师啊，决心大汉了后来帮助偏乡的民众。他们这些老人家都很高兴。因为毕竟这边是属于原住民乡的，会比较说有实质上的帮助上很多。他愿意放下他的工作，来为他自己本身的使命来付出，在我们原乡，我发现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我非常感动。就算讲定去山顶帮大家剃头，会影响家己原本的生理，伊爸感觉无要紧。一回来剃头店，就整理善心人士捐出来的物件，透过爱心寄卖收入所买来的物资，嘛拢是准备送去偏乡帮助善车人。因为我们常常要到部落到哪里探访案家，就是因为常常就是关了店门，造成客人的流失。自己绵薄之力之下，号召了一些大家善心人士一同，我们就是会继续一直往前。还是会继续努力在爱心这方面。徐文静讲会继续做爱心帮助人，希望透过家己的力量，和社会更加温暖。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德国有7座主要的机场，昨昏是因为劳工罢工，造成超过2300个航班互取消，8万30万的旅客受影响。工会是表示，因为公司无愿意甲因谈加薪水的代志，所以因无排除伫复活节进前会搁扩大罢工。机场航班的时间表，真侪航班拢取消。机场的大厅空啰嗦，无旅客也无服务人员。因为德国包括法兰克福、慕尼黑甲汉堡在内，有7个主要机场的员工发动24点钟过罢工，影響真侪旅客行程。It's really disappointing all this situation because I can't reach my travel to home and I'm very tired. I'm trying to get my bags back, and I've been trying for the last 2 hours trying to find my bag. I don't know where my bag is, so I can't even book another flight. So, yeah, it's not good. 受影響上大的漢莎航空，拜五取消超過1300個航班。總計這場罷工造成超過2300個航班被取消，影響要加30萬位旅客行程。德國機場協會發聲明講，應該在談判桌頂找解決的方案，唔是犧牲旅客權益。機場的員工抗議航空公司無願意討論加新的方案，尤其在咧新冠疫情甲俄烏戰爭嚴重影響之下，人員的計數起真濟，通膨一直創新高，薪水根本無夠用。Es geht hier nicht nur um die 10,5% Inflationsausgleich, die wir unbedingt brauchen, sondern auch die Arbeitsbedingungen müssen sich verbessern. Es gab kein Angebot der Arbeitgeber, über das wir überhaupt reden könnten. Und das ist eine große Unverschämtheit. Das müssen jetzt leider die Passagiere entsprechend ausbaden. Aber das haben die Arbeitgeber entsprechend zu verantworten, weil beispielsweise in Berlin hat man sich letzte Woche geeinigt. Da wird heute nicht gestreikt am Flughafen. 这边罢工正拄好是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有40几个国家的元首来参加。工会成员讲，无希望罢工影响到复活节的交通，因国卡苏资方无采取行动，因无排除发动更加侪场罢工，甚至规个热天的航空交通拢会大乱。公司新闻郑伟林、张建光报道。
继续关心土耳其甲叙利亚的大地震，死伤真惨重，有超过33000栋建筑物倒去，真侪灾民即马是有路无厝。当地抢劫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所以即马有灾民是团结起来，轮流骑卫兵来维护治安。手头摕着枪，叙利亚灾民看着怪手伫倒倒来建筑边仔作业。土耳其甲叙利亚边境的地震，造成超过33000栋的建筑毁损。居民体力加远了后，抢劫偷物件的状况一直发生。互居民只会当团结组织做伙，来巡逻保护家己的家园。في سرقات لك عم بيسرقوا عم بياخذوا الاغراض برادات غسالات شو ما يجي يعني مصاري شو ما يجي على بالهم ذهب كل شيء شو ما يشوفوا بياخذوا ومنين عم بيجوا ما بعرف 为了保护家己的财产，有居民困伫卡车内底，不时监视家己的厝。还有当地武装组织24点钟轮班巡逻保护区域。特别定在近日第12天，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曼马拉斯有42岁女子克勒奇，伫受困258点钟了后，获救出来，互伊的厝内人甲搜救人员是真欢喜。虽然安尼在着时间愈救愈长，其他人得救的几率嘛愈来愈渺茫。 Hani bilmiyoruz ne durumda. Ölü diyorlar ama bilmiyoruz yani. Ses geldi mi? Hangi güne Yok, kadar? ses yok. 根据土耳其政府表示，暂时已经有超过200万人离开灾区，因为现在的人得救机会是愈来愈少，互土耳其部分地区开始停止搜救。有真侪民众已经放弃厝内人互救出来的希望，也阁有关就伫灾区附近，毋望至少会当挖出牺牲者的遗体，互因一吐为安。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 美国特斯拉电动车自动驾驶系统有疑虑，所以特斯拉即马宣布要调回全美国36万架车。特斯拉即阵是全美上畅销的电动车品牌，也毋过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开始发现，特斯拉采用的全自动驾驶辅助软体，可能会伫西湾的车道以外直行。 看到停车搁再开的标志时，未完全停了咧，也是抢黄灯通过路口，也发生超过设定车速的情形，开发生交通的事故，有安全的问题。这样负面的消息，必须特斯拉赶紧来宣布，要调回36万2000瓦台的车进行修复。 No, I hadn't heard about it. But obviously, when you're innovating, there's going to be hits and misses, and you're going to go back to the shop to try to improve things. So, all in all, it's probably a good idea. It's not surprising, just something that's probably more safe until it's completely secure and safe to get on the road. 虽然部分特斯拉车主原对品牌有信心，也过受到调回事件影响，拜是美国特斯拉的股价大落5.69%。马斯克是伫同一天发出推文讲，因是利用远端进行自动驾驶软体更新，车主免甲车开转来原厂来维修。调回讲法毋对，完全错误。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要抢救武器，两国国家语言发展法，伫法国嘛有地方语言法案 Molac Law， 是要处理法国长期独尊法语，致使20多种地方语言受压迫的情形。即马就对公司台记者来法国，看法国安怎救弱势语言。 法国和台湾同款，弱势地方语言有消灭的危机。法国上较重要的地方语言的政策叫做 Molac Law， 就是用主要推销这个法案的议员 Molac 来号名。 Sur le patrimoine immatériel, le patrimoine linguistique, c'est-à-dire que les langues régionales désormais sont reconnues comme trésor national au sein du patrimoine français. Ce qui signifie qu'elles vont bénéficier d'un statut de protection renforcé et désormais, tout comme l'est la langue française, et donc on pourra désormais beaucoup plus protéger ces lois. 这个法案伫咧2021年通过，摩洛哥议员的办公室解说，这表示讲地方的语言会当和目前唯一的国家语言法语同款，受到法律的保障。在巴黎，早就有民间的协会用家己的力量开课来抢救地方的语言 Breton。 I just say, I guess now it's time for me to come back to my native region. And to try also to understand and to speak it, because the region has been built also by this language, by Breton. You have to change your point of view on the world. For the Britain is the same, because Britain is different,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French language. 这个所在唔那是甲语言，嘛推销 Brittany 的舞蹈、音乐等等。 在 Brittany 的人讲，
抢救语言，嘛是咧抢救因的文化。以上是公视第2台记者尤维珍、林坤明在法国的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3度，上悬是2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5度。外岛10度至2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